爱弟啦，赢个福利金哦，爱叫生意的啦。有多代做唔错嘛个事情，我买到阿川那种唔赚不卡。当这样照哟。干嘛干呀？下面打开，给我吃饭了哟！这个店一定会让你赚大钱。放开啦，交给你，我再去只台哦。电视规版出片呢，让亚长地嘛给菜讲。你妈个阿姨来请哑巴无？田公爷哦，再过听哑巴去上班哦。我希望嘛给做落去。阿川呢？你就会体验哦。这个花色不错，我喜欢。你们两个没有要剪吗？